嗱，呢個記者會就即係被逼開嘅，佢喺呢個11點半開啦。咁就因為即係呢個特首辦咧，就已經係圍咗成萬人喺度嘅。咁今次學聯嘅策略咧好清楚嘅就係，因為現場好搭友，都唔使吹雞，係嘛？咁因為佢又開咗個所謂最後通牒，就要佢要辭職或者答覆，如果唔係就圍你啦。咁現場有咁多人就圍等你嘅。咁所以較早之前咧，大家都睇到啦，喺即係有啲畫面咧，或者有啲片段就係運咗好多嗰啲橡膠子彈入去特首辦啦，係嘛？咁其實而家佢個記者會亦都答得，即係雖然好隱晦，但係都好清楚㗎啦。而家你人多，咁冇計啦，咁你咪圍咯。但係你唔好衝入嚟，你衝入嚟咧就鎮壓㗎啦。OK， 而家就問題就喺呢度嘅啫，所以佢預備定。佢話任何嘅政府嘅官署咧都唔可以俾人衝擊嘅，咁即係等於台灣較早前個太陽花學運，佢哋衝行政院啊入去搗亂嗰啲，咁政府都係鎮壓㗎啦，係咪？嗰啲防暴隊都係出嚟㗎啦，開水炮啊、拉人啊咁樣，咁但係事後咧都冇乜學生係被檢控嘅，咁但係咧而家圍住喺特首辦咧，因為喺金鐘嗰度有幾萬人，咁你有成萬人圍住個特首辦，佢係冇計嘅，佢焗住而家嘅所謂即係開記者會就係。嗱，我願意同啲學生對話，咁但係嗰個對話咧就係要喺個前提咧就係呢個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會個決定，咁即係傾咩啫？如果傾政改係咪？冇得傾㗎嘛，咁你叫佢辭職，佢又唔辭職，所以學聯嗰個訴求就係話，第一要佢辭職，第二咧就係要撤回人大個決定，咁佢冇權撤回人大嘅決定。咁啊，推倒重來，重新再諮詢，再啟動呢個5部曲，都係喺人大常委會嘅框架同埋基本法框架底下啊嘛，係咪？所以我哋一直以來我提出嘅主張就係全民制憲。你如果喺個基本法現有框架裏邊，咁邊有得傾嘅啫？係咪？你而家學聯都話要一國兩制框架底下、基本法框架底下同佢傾，不過希望就個彈性大啲，就話你提名委員會咧。就可能唔係而家咁嘅過半數嘅門檻，咁令到其他人有機會入閘，可能就會收貨。呢個係泛民主派主流嘅意見嚟嘅，但係呢個始終都係喺基本法框架底下啊嘛，大家要明白個道理，即係話你喺個鳥籠入邊 ，OK， 不過將個鳥籠咧就擴闊少少，等你喺個鳥籠嘅活動空間比較闊。嗱，我咧係最激進嗰個㗎啦，我哋係絕對反對嘅，我根本連基本法我都否定嘅，咁大家未必一定會信我啦，係咪？咁但係而家現時嘅情況就係群眾嘅力量已經彰顯出嚟啦嘛。如果你單憑過去泛民主派或者佔中三子噏咗年幾嗰個佔中行動，係嘛？包括學聯佢哋提出嘅訴求，喂，你完全佢都唔會睬你嘅。但係今天因為港九幾笪地方嘅街道，好多街道都被佔領啦，咁於是呢班和平佔中嘅呢一啲所謂搞手同埋學聯嗰班學生，佢哋咪可以利用呢一個群眾，即係話佔領街道嘅呢一個咁嘅籌碼，你咪同政府咪有得談判咯。政府咪要同你傾咯。政府而家對口談判嘅一定係學聯、學民思潮同埋呢個佔中三子啊嘛。但係而家要對話嘅就同學聯對話，咁即係話咧，呢3個機構都係以學聯嗰個為主，因為佢係代表啲學生 ，OK？ 咁我哋都同意嘅 ，OK？ 但係我哋三番四次強調，呢一個已經唔係和平佔中運動。佔中運動喺9月27號宣布啟動，正式啟動。9月28號，當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之後，呢個學聯行出嚟，因為話恐怕佢會出大嘅殺傷力武器，所以呼籲大家撤退。然後和平佔中又呼籲你撤退。喺嗰一日開始，所謂和平佔中運動係已經玩完。跟住落嚟呢個係民眾自發佔領街頭嘅運動。外國一個傳媒叫呢一個運動叫做 Umbrella Revolution 雨傘革命，因為大家記得舉嗰個雨傘頂呢啲胡椒噴霧係嘛？所以呢個咧喺外國啲傳媒叫雨傘運動，所以我哋都要為佢證明呢個唔係叫和平佔中，對唔住係咪？呢個佔領街頭運動係學生主導、民眾自發，沒有大會，沒有領導，只有群眾。但係
因為呢個群眾運動發展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有啲人佢就要考慮一個所謂退場經濟。咩叫退場機制呢？係咪無了期咁佔領落去呢？點樣收科呢？係咪大家都問呢個問題呢？係咪？但係我覺得呢個運動最偉大嘅地方就係冇領導，係群眾自發，退場機制都唔應該存在。而且呢個運動係富有彈性嘅，我覺得係香港歷史上最偉大嘅一次民眾嘅和平抗爭，比2003年7·150萬人大遊行更要偉大。個地方就係佢係即刻可以有彈性地，你嚟清場，我離開，我聽日再嚟，係嘛？我哋已經樹立咗一個典範，就係我哋呢種抗爭可以通過佔領街頭嚟加強政府嘅壓力。而呢一個佔領街頭，即使你出動到防暴隊或者催淚彈，我最多就怕咗你，我行咗先，轉頭我又可以翻嚟。即係好似嗰日，我諗警方係冇預計到你施放呢87枚催淚彈嚟對付啲咩人呢？對付啲完全手無寸鐵，係咪？衝擊你嘅只係添馬道嗰個範圍，要衝入去呢一個立法會大樓附近，係咪？嗰段我哋當時喺現場睇得好清楚，咁係咁用嗰啲烈火筒式嘅胡椒噴霧嚟噴你啲人嘅。好啦，噴完都未夠，要放催淚彈。跟住喺啲遠處距離比較遠啲地方嘅，係對佢冇完全構成衝擊嘅，佢又放催淚彈，呢鋪就錯晒啦嘛，係咪？所以跟住落嚟呢一個佔領運動波瀾壯闊之後，佢係根本無計可施，唯有就撤晒啲警察，而家所以周圍都見唔到差佬，係咪？而家佢就係同你大家喺度消磨，所以學聯佢提出要包圍政府總部咧，呢個係要突破個缺口，即係唔好俾你咁繼續磨落去啦。因為因利乘便，現場有幾萬人，我係要包圍政府總部，大把人參加，唔使吹雞即刻嚟啦，係咪？就喺隔離點樣行過嚟就係啦。咁呢個就對個政府構成一個壓力，先有頭先嗰個記者會，先至有話要同學生對話。但係我係唔樂觀嘅，你對話嘅結果都係得個零 ，OK？ 所以呢個運動仍然係要繼續落去。我哋一方面會支持學生，係嘛？另外一方面，如果佢冇一個好明確嘅交代，係嘛？大家都喺度兩嚟講完，等於冇講，好似佢頭先講嗰啲嘢。嗱，唯一個政府相對嚟講有啲改善嘅就係咩咧？就怕咗你，你圍唔緊要，你唔好衝我就喐你，就咁啦。呢個就叫做改善。佢3番4次重複嘅就係，只要警方嘅防線沒有受到衝擊，係嘛？佢哋都係採取最大嘅容忍嘅意思，即係話佢唔會喐你，係嘛？唔會好似9月28號咁樣喐你。但係如果你衝入去呢個政府總部，或者衝入去呢個特首辦，佢就會喐你啦。所以今日就特登放料，或者整咗好多橡膠子彈入去就兇你啫嘛。OK？ 咁我估計啲學生或者而家圍喺政府總部嘅人，圍喺呢個特首辦嘅人，佢都未必會有人會衝擊。可能就咁圍喺度，係嘛？咁嗰度又變咗另外一個佔領區。OK？ 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堅持落去，係嘛？呢場運動我哋唔知究竟持續到幾時，會有咩結果，大家都冇辦法預料。但係我哋每個人都已經做咗我哋自己應該做嘅嘢，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係嘛？呢2日都發生好多嘢嘅，因為但凡一個運動發展到一個瓶頸嘅時候，自然有啲人會出嚟做一啲嘢，然後通過做呢啲嘢就同政府去丟。所以我哋特別提出警告：沒有大會，只有群眾；沒有領導，只有群眾；沒有糾察隊，只有民眾自發管理自己。OK？ 如果有人着件糾察隊嘅衫埋嚟，你就問佢邊位。OK？ 我哋呢個街頭佔領係不受任何人糾察嘅。OK？ 我哋自己管理自己。因為如果你一有糾察隊，你又要服從指示；一有大會，好似佢升高個台，佢叫大會，咁你要聽佢大會講，咁咪大鑊啦，係咪？喺網上流傳咗一個民主黨議員助理嘅一篇自白書，講得好清楚，我相信呢篇文係真嘅。佢
佢話佢見到啲大佬同陳健民啲佔中山豬喺立法會嘅餐廳度傾偈講嘢。其實我都見到，我有一日喺立法會食飯，早兩我都見到佢哋，所以佢哋嗰個佔中係好舒服嘅。佢可以喺天馬道，即係就係立法會隔離嘅啫嘛，佢哋嗰個地方。咁佢行入立法會就得㗎，佢係唔可以入立法會嘅，不過有立法會議員帶佢入去就得㗎啦，係嘛？呢個都唔重要。嗰個自白書嘅內容，其中一樣最令人即係覺得憂慮嘅就係、佢哋琴日周圍揾人去銅鑼灣、金鐘、旺角叫人拆呢啲路障，佢話要俾你救護車過，而家救護車過呢度咩？救護車都唔會嚟呢度啦，佢會繞道啦，啱唔啱啊？嗱，而家就係要造成一啲談判嘅條件。嗰篇文話陳健民同佢講。喂，政府嗰啲嚟同我哋傾偈嘅人話我哋而家交唔到功課，咁我點同佢丟啊？嗱，嗰個功課就係盡量控制呢幾條街道而家佔領咗街道嘅嗰啲人群。你話唔話到事先？政府會問你，喂，你話唔到事，咁傾咩啊？咁所以佢哋而家一定要搶奪呢個街道管理權，明唔明啊？都唔緊要，如果你嘅所謂談判基礎係嘛？係我哋大家都同意嘅，你一講出嚟，我哋認為冇問題嘅咁就得。否則嘅話，所有嘅談判唔該，叫政府落嚟呢幾條街道談判。好。即係呢幾十年香港民主運動，我哋已經受夠呢啲所謂民主代理人嘅戲，我哋受夠啦！你成日代理我嘅，仆你個街，係咪？呢一個運動最偉大嘅地方，就係話俾佢哋聽，你唔可以代理我，你不能代表我啊嘛！冇人可以代表我哋嘅，包括黃毓民都唔可以代表你，係咪啊？冇人可以代表我哋嘅，大家要搞清楚呢樣嘢，係咪？今次呢個群眾運動，呢個街頭佔領運動最偉大嘅地方就係話俾大家聽，傳統嘅社會運動已經玩完啦，個模式。呢個係一個新嘅模式，手無寸鐵，淨係靠個意志，靠個毅力，大家坐喺度互不相識，但係大家嘅理念係一致嘅，係咪？我哋都要保衞香港，自己香港自己救，係咪啊？我哋唔需要你外國人去救，唔需要你啲代理人去救，唔需要中國嚟救我哋香港，係咪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路觀察住事態發展，另外一方面繼續堅持落去。毓民如果有時間得閒，我都會嚟呢度，未必一定同大家講呢啲咁激情嘅口號，或者我哋喺度上下堂都得嘅 ，OK？ 即係我都考慮開個街頭教育教室，如果你持續落去，就喺呢度上堂 ，OK？ 擺部電視機喺度 ，PowerPoint 喺度上下堂，揾啲學者都得 ，OK？ 多謝大家。